对故乡的怀念，对父母的牵挂，龙千玉温暖献唱《故乡之恋》。白云飘来酸西碗，怀念多送听阮惜阮的心情。日头总也会落山。龙千玉2013年上新专辑《故乡之恋》，豪记唱片，好记哦。上新上 hit 的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OK， 今日又过来到 Friday Night，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报道新歌发烧榜的单元，我是大人呢。这条外边，咱陪同咱同齐来放榜是阿英的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的，阿英诶，今天哦，这个真的是冷飕飕诶，对不对？所以爱听发烧榜。对，听到你，互你烧乎乎，烧滚滚。过无几工呢，就要进入到咱叮叮当节目俩加工咯。这个圣诞礼物对不对？有。我跟你讲哦，今年的圣诞礼物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下。为什么？因为今年咱报道联播网已经把这个圣诞礼物的价小提悬咯，200块的礼物。是。过年嘛是200块，嘛是200块哟。后来这个。大家要好好想一下要怎么样交换礼物，其实还蛮有趣的，对不对？但是但是今仔日咱玩啊是要来放榜，好不好？我来听看麦咱大家歌单，这个你对进行发片的歌手呢，要送出怎么样的音乐响应的礼物？要好说咱听众朋友咱玩啊赶快啦，对第5名报起，好不好？第5名。大家好。那不爱讲话。你知道我咧模仿什么人吗？我知。这是林慧成、陈庆仁老师的得意门生。我居然会模仿林慧成啊！你买当模仿陈庆仁老师啊？我刚才是成龙。好啦，这礼拜的第5名我那是陈庆仁老师跟林慧成的这首歌叫做丁秀。那讲这林慧成呢是圆梦啦。对不？你讲有梦想就要去追求，要去完成。总袂当讲你敢若有梦想，无行动。对，我那是无较抓。对，无较抓。对不？而且人就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朋友。对，成功的女性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男性。是的，所以呢。陈庆不是是啦，陈庆仁老师嘛算，但是上重要大功臣幕后推手就是林慧成因安才有这张专辑的这个问世，对不对？而且呢，说真的啦，这张专辑很用心嘛希望大家听来出来讲，陈庆仁老师跟林慧成他们师徒联手的这种用心，有啊，要这个唱好歌，所以听众朋友，这礼拜第5名，林秀，第4名。前几工仔咧，大咧伫咧访问迄个特别来宾的时阵阿中就放歌嘛，因为我早时的节目拢2段对吧？中有一条歌嘛，对不？访问的过程当中呢，哇，迄特别来宾竟然要唱这首《故乡之恋》我就问讲，你哪会晓唱这首歌？这首歌最新的呢？这是龙姐姐的歌咧。你就讲，因为我有在看风水世家。原来如此哦。为什么袂晓唱你的歌呢？因为无看世间情啊。通常就是安尼，先就无看这个风水的，就袂去看世间呢。看世间袂去看风水的。世间无要紧，世间换较大间。好啦，那讲到这个故乡之恋是目前呢民视8点档这首歌曲主题曲啦，对，所以大家都会唱，而且呢这个民视的收视率嘛是就管的，起码本土剧的8点档呢都是这个数1数2的收视率。是，重点是咧介绍连续剧，要介绍歌。对，这首《故乡之恋》嘛是龙姐姐的今年，你在进行呢是推出了一些上新的力作啦，这个龙姐。这么唱歌也越来越升华了她天后的这种
这个架势、这个气势一出来吼，唱什么歌拢好听，对不？对不？而且他只要一发片哦，哇，他嘛是有真济这听友拢在旁边啦。而且龙姐她不是随便发片哦，对，他不是随便发片的哦，精雕细琢的哦。对，所以这首故乡之恋嘛，唱出吼，伫咧旧的过年之前，真济福音有者新生，摕到咱波多联播榜的这个新歌发烧榜第4名。台中风时会摇着。来，这礼拜吼，这第3名，这种重责大任，一定是交代互咱阿英的来报啦。来，这礼拜第3名是周伟杰甲凤娘，唱的金鸭，是金鸭哦，而且哦，这个前2天哦，有听友哦特别寄迄个明信片来。哦，明信片哦，这个年代也够人。在用明信片，有啊，我简单，因为这个他这个受刑人这个朋友啦，所以他们都要从这个里面要寄出来，不是那么方便，而且呢，时间上嘛无遐尔快速，对不？啊，这是听讲的明信片要点过来，是寄去某某遐，这里有写讲，请帮我点一首这里他写刮胡台，然后后面写今夜，然后就写说。凤娘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好，后面的字写的不太清楚，但是是有的知道这首歌曲，一定的代表讲这首歌曲，无论讲伫咧倒位拢是这个能够勾动人的心弦。当然嘞，因为男女对唱，你有感觉讲只要讲台语歌，男女对唱。拢会大家朗朗上口，真的，而且还有互动嘛，是，对，一个人唱就无聊呀，对啊，你总是爱看一个人跟你这个叫夫唱妇随，所以讲这首歌曲那种朋友，但是去 KTV 内底，千万唔当一个人点一个人唱，就奇怪，反串很奇怪，也不会啦，哦，真的吗？反正讲你一个人在 KTV 内面唱的，真正有一个查某的声音出来，喂。台中风时会摇着。第2名，这里听完咱新歌发烧榜第3名，继续咧晋级到这第2名来咯。这个已经蝉联我们波多新歌发烧榜超过7周的时间，这个人太厉害了哦！黄秀玲是温布啊，伊个是黄以玲。阮母也真叫秀玲，哇！你即摆咧笑啥意思啊？你无代无志，甲妈妈的名讲出来，互大家知影要创啥？啊无啊，真正免近摆拢细汉的时阵对黄以玲的这个印象就讲伊名甲阮妈一像的，差一字啦。你要讲你细汉，我对以玲姐印象是东吹时，我会记我那读成功高中。成功高中，好，卖个强调。去迄个咱这收购百货是，迄段以玲姐应该是拄出道。哎呦，还个徛咧个一个小小的舞台顶管，主持人搁咧甲访问尤其会强调讲迄个黄以玲娇小玲珑啥，想袂到经过这段时间的拍拼努力，人即马天后好，对天后而且即马要这出片过来看，伊即马有准备好啊未呢？对，要若无你就算讲再济这个金银财宝要甲请出来还不一定请得到。是，而且以玲姐这边的专辑今嘛是咧说真的啦，已经是用这个正面的能量要来影响这个世界。无你讲像讲较早的歌路较听起来讲会较平静，是毋过即摆的歌路非常正面，对。所以我们也很希望以玲姐呢，她因为她这个6年出一张今天有刘阿富啦，久等了大家，这个好多的歌迷朋友啊，拢安尼痴痴等待当然这几张专辑就这点在你身边，有没有让大家失望？绝对无，甚至大家拢听完以后就感动的就是嘛已经受到影响，拢用这个很充满爱跟温暖的力量来面对自己的人生。来，这是黄以玲的。点在你身边嘛，摕到这个拜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第2名。第1名，
一礼拜第一名啊，总算来到第一名了，等真久呢。哦，真是啊，就互你报啊啦，对不？我别人讲我老少呢，老少不会卖瓜，老少会怎样？你知道？会卖哨子，不是，老少会咸鱼，老少咸鱼。来，这礼拜报道新歌发烧榜第一名，就是邵大伦上新专辑《真情》内底一首《你等来迄一年》，恭喜邵大伦，多谢，多谢在。你爱感谢听众朋友，安尼甲你支持，真的，而且我觉得呢，这里讲这首歌曲嘛是目前的真侪人哇，顶解我伫个访问的时阵，来宾竟然也要唱，我就讲，为什么你也要唱呢？因为伊有咧看世间情，大概都是因为连续剧才有咧看。这也很奇怪哦，但我觉得是啦，这歌曲有时候跟戏剧做连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啊，你在想到这首歌有那个画面嘛，最快去深植人心，对不对？而且这首歌曲一直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这个世间情的主题曲离开变做片尾曲了，还是赶快跳啊！感恩呐，嘛希望讲大家咱继续支持世间，我嘛无演啦，支持大恁上新的专辑，真情，阿英的你感觉真情甲顶一张漂亮的灵魂啊，哪一张比较像我个人的形象？你个人的形象我感觉应该是这张专辑。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恁咧radio有咧听唔知影讲，事实上大人的伊是一个多变的，大人有很深情的大人，有很热情的大人，就这面相，还有什么情？友情、爱情、偷情，偷情，你也挂，你也专辑内底无啦，无啦，我迄种无健康诶。这张专辑内底，足侪歌咯，好多曲风，真的，你要跳舞的也有，你要痴情男子的也有。拢总有，所以讲我感觉讲这张专辑较实力。简单来讲，这是一张复合式的专辑，复合式饮食餐厅要食中式、港式、西式的全部拢有，你的意思是安尼啦，对啦。好啦，其实呢，嘛真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这首歌曲呢，真的目前在 KTV 的排行榜也都真的还不错啦。当然呢，希望讲既然有这个机会，当好好唱歌大家听，我更加努力，更加终止，继续努力下去，一定来。好，安尼最后咱就来听这首《你回来迄一年》，咱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是咱报道联播网，才听得到报道新歌发烧榜。我是阿英，我是大连的，我们下周见。拜发烧版，让你好听红不让。